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4月18日，最大的士师。经文记载在士师记11章12到27节。RPG 我们祷告的经句在士师记11章27节。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面对人际间的冲突，常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理，你我都有理。到底谁有理呀？有理说不清的。你若不讲理，我也不讲理哦。即使你有理，再也不理你。在这个时候，应该有谁可以来主持公理？谁可以来当最后的最大的审判官呢？那又当什么时候来介入呢？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位出身很卑微的这个耶弗他，他要被这个封为是一个领袖士师，带领那时代的以色列人。当他们遇到的这些亚门人是不讲理的，还有许多的这个强敌，那耶弗他是成为一个怎么样的领袖呢？我们来看看。一开始呢，耶弗他就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啊？进到我国中攻打我呢？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弗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雅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块地偿还哦。耶弗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对他说：亚弗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低斯，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东王却不应允，又照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他也不允许。以色列人就住在加低斯。他们又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押地，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在雅嫩河边安营，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因为雅嫩河是摩押的边界。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就是希实本的王，对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界限，乃招聚他的众民在亚扎搭营，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的全地，从雅嫩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你的神基默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难道你比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他曾与以色列人争竞，或是与他们征战吗？以色列人住希实本和属希实本的乡村，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并沿雅嫩河的一切城邑，已经300年了。在这300年之间，
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原来我们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扪人中间判断是非。哇，好精彩哦！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耶弗他，哇，他能武也能文哦，真的是文武双全。我们看到他虽然出身低，是妓女的儿子，但是他在跟国之间的国际之间要起冲突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就攻打，而是他不断的去沟通。他先打发使者跟亚摩人的王来沟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么在这个使者一来一回的沟通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耶弗他可是非常清楚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就是耶和华带领这以色列人民怎么样子从埃及之地出埃及，带领到他们在旷野的这一个人的作为历史，其实他非常的清楚，而且他论证的逻辑呢，哇，这个真的是很有说服力的哈。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当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总有这个神的智慧神要与我们同在，他要成为我们的判断者。从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耶弗他真的是一个让人可以钦佩的，因为他有在昨天我们的读的经文里面，他其实他的气度很宽阔，他不记仇哈，然后他也是很理性的，他对仇敌其实是很勇敢的，征战他会显出他的勇敢哈。恰好说到真的他是勇敢的对仇敌那他对家里是不是能够做头，是不是可以当那个当家的，当人反对他就避开，因为他要这个家，他的家是能够和好。可是他对敌人他却是没有退缩的，他是义正言辞的哈。我想一个讲道理的人，他确实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的勇敢不是在于有勇气，但是他没有这个见识。他是一个有见识，而且是明白耶和华神怎么样子的带领的，这个恩典的路是怎么样的带领。那么我相信他熟读圣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人生当中许多的可能不顺遂或者是冲突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非常有条理，我们的心中甚至我们的思虑，我们是不是可以很整全，是合神心意，甚至我们把这个冲突呢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位神他是审判人的耶和华，他是在两造之间，只要我们愿意带到神的面前，神可以成为那个真正的审判者。我们说士师，其实他英文的名字意思，士师其中它有一个功能，其实是审判者。而真正的最大的这个士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就是耶和华上帝。来到了新约，我想我们更知道，这最大的审判者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在主的身边，他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审判者。在我们死后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他，他要成为我们真正的审判者。所以如今我们可能会有遇到许多不公平的事情，但在神的眼中他都清楚，他都知道，即便人不理，我们的主他会理，因为他就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信实，他是全能的，他能掌权。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
虽然好像是人人可以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华生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想法做法的理，但是我们在真理里面是永不改变的。或许你会说真理就不变不明啊，所以我一定要拼个你赢我输，或者是你输我赢的啊，我不变到这个你死我活，我就不肯罢休啊。其实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真理，它其实不用变也很明，不是吗？因为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中家族中，即便我们遇到许多的会觉得说此时此刻这么不公平的事竟然临到我身上，或者是在我们服侍的场合，我们工作的场合，但是耶弗他的经历真的是给我们一个鼓励。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士师，他有看见，他必要为我们伸张正义，时候到的时候，他真的要为我们来辨明，使我们真知道在他的手中难逃任何弯曲的事情、诡诈的事情。他给我们一个公平的判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总是遇到许多的事，而我们心中有你，因为唯有你是可以站在两造之间来判断是非的。愿主你在我们生命中使我们能够敬畏你，我们就有面对一切的智慧，因为敬畏你是智慧的开端。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耐得住性子，我们真知道主你掌权。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今天我们要活出属神儿女的那个美好，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切交托在主手中，我们就能够活得很喜乐。我们明天见。